但市执行80会以上长辈注疫苗来到第3天，其中安平卫生所因为医生进驻是拜四，加上空间较大，所以下晡准备100多位长辈分时分流会做到6点。下晡2点前，集体陆续到长辈到现场，其中也有102岁临睡林理梅，听讲游泳游到94岁相当难得，民政局副局长甲区长特别前往关心。我是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长，我代表市长来甲你看，你来，对，今日局长都有会，无法度到，那我们大概安平区我们有6个诊所在同步来开打，那今天下午就是我们最大宗的就在我们的卫生所这边大概将近有100位的那个长者会过来，那你看我们就事先做好了一个规划人员的分流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让家属就有一个规划一个家属的休息区把它分流，然后我们的长辈都坐着，那就我们医师就直接长辈不动，医师来移动来帮他们做一个打针那如果像我们市长讲的，希望可以如果需要我们服务的部分，希望我们提供我们的复康巴士，或者是希望我们有哪些的服务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区公所都很愿意来帮大家做服务。很开心看到这个100岁人轮。对，那我们这个100岁的这个阿嬷她在讲话也很铿锵有力，然后问她说会不会担心打针，她说她会怕呢。我跟她说不用担心啦，对啊。在场所长辈经过医生评估，无过敏、无发烧、无注其他有放射问题以后，就一个施打。不过因为媒体开始传出有长辈注疫苗以后有一寡突发状况甲不良的反应，甚至熊过身的个案，敢会影响长辈施打意愿。对此家属虽然烦恼，不过也是认为利大于弊。当然是会担心啊！昨天看到那个有13个人我当然是担心啊，但是担心也没办法担心但是不能害怕因为这个疫苗不是打一次就好对不对？说不定3个月以后还要再打的总不能都不打。反正还是利多于弊啦。对。目前看起来，虽然有发生那个注射疫苗不适的状况，但是现场看状况还有全市这样子，看起来没有影响到这个施打的情形。因为劳动所长辈出来注疫苗，甚至也有2位临睡，所以公所相当担心，嘛做好防疫警戒，希望以上紧的速度完成任务。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